場祭祀儀式，獻出一段離奇嘅傳說。個洞啊，有4米長噶嘛，有一條咧3米長一條鏈，一種普通泉水，傳說可以延年益壽、永保健康。切切碎碎有件百평小泉，泉水中到底有啲咩奧秘呢？解密大行動馬上為你解密先傳謎團啊！呢一日嘅夜晚顯得特別寧靜。惠州市龍門縣黃濱村裏邊，一項神秘嘅祭祀儀式正喺度進行。只見一群村民喺一棵古老嘅大樹面前，手持香火，口中念念有詞，虔心敬拜。儀式結束之後，村民靜靜咁守喺大樹前邊一條溪流邊度，等待住黎明嘅到嚟。天開始白亮，村民馬上滴住腳邊嘅水桶，往溪流嘅一處泉口取水啦。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本期嘅解密大行動。嗱，正話大家見到嘅就發生喺我哋廣東惠州市龍門縣黃濱村裏邊嘅情景。嗰啲村民又係燒香又係祈福，正喺度進行一項神秘嘅儀式。據講呢一項儀式同佢哋黃濱村裏邊有一口仙泉有關。話說喺農曆7月初7乞巧節嘅前一日晚黑，村民就會排隊嚟到呢度仙泉嘅泉口，等住取乞巧節嘅第一道聖泉。咦？我只係聽講話乞巧節就拜七姐啦，乞求針織女紅嗰啲技巧啦，乞求婚姻嘅巧配啦。喂，我真係冇聽講話有乞求仙泉嘅噃。咁呢一度乞巧節嘅仙泉究竟有咩咁特別呢？馬上去片。呢個就係村民等候咗一晚，終於盼到嘅第一道七七節仙泉。面對噴湧而出嘅泉水，村民們滿身歡喜，因為呢個對佢哋嚟講就好似牛郎織女1年1次嘅約會。而更加重要嘅係呢度嘅泉水係包醫百病嘅良藥，以及延年益壽嘅法寶。你覺得呢個水點啊？呢個水非常好。點好？我哋日日都嚟喺度吸水食嘅，我啲人。七夕嗰陣時咧，就好多人嚟揾水，嚟度吸水，人人都嚟開車嚟搭翻去飲咧，人等3年都冇事。人一發燒啊，做啲人沖水飲啊，沖蜜糖水飲啊，都唔知幾好，好快見效。一飲落去咧就即刻就好啦，就對身體就好好，我哋食嘅皮膚就好靚。而關於呢口泉嘅神奇功效，據講仲要同當地一個水源嘅傳說有關係。咁咧就聽過有個名師咧就喺出邊咧就有一個村莊咧就呼龍落咧就話呼佢屋企去，屋企咧佢就趕呢個條龍咧趕唔聽喎，點趕唔聽咧？佢話佢趕去佢就翻頭，趕就翻頭，咁咧佢就捉佢趕嚟趕唔到，就把呢個打卡解仗咧就後面啊有個崩風噶喎，就崩咗一副傘落嚟，咁咧最後咧佢就話：你死仔唔聽講哦！打佢都走啦，佢就擠一下一近俾佢話，一近就擠佢個屁股，就屙尿咧就變咗屙龍尿啦，屙龍尿你變咗呢支水。佢當時呢個龍口仲有咁喎，我啲細路仔鑽翻去嘅時候啊，佢有一條咧一個洞啊，有4米長噶嘛，有一條咧3米長一條鏈直出嚟嘅。關於水源地嘅傳說，可謂眾說紛紜。我哋喺龍門縣志上查閱到有關資料，就話說好耐之前呢，喺一座連綿起伏嘅青山腳下，有道清泉潺潺流過，泉水清澈甘甜。住喺山下嘅村民飲嘅水都係取住呢一條清泉。為咗能夠飲到更多嘅泉水，住喺山左側嘅村民就挖咗條水渠，將水引去佢哋嗰邊。但過咗無耐，住喺山右邊嘅村民出於同樣嘅私心，亦挖咗水渠引水，漸漸咁流向山中間嘅水就越嚟越少啦。最後嗰啲住喺山中間嘅村民就再冇水可用。
就喺呢啲村民面臨絕境嘅時候，一位學須鮮顏嘅老人雲遊到此啊，睇見山中嘅村民冇水可用，就向村民詢問。佢知道實情之後，攞出一個鐵錘，砸碎咗山中間嘅石牆，頓時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村民們歡呼雀躍，紛紛就攞水痛飲。正話想翻轉頭多謝老人家，但發現老人已經唔見蹤影啦。呢個時候大家先至恍然大悟，哦，原來老人就神仙下凡幫助我哋村民。此後山腳下所有嘅村民都過上咗安逸快樂嘅生活。而先人打破石牆嘅嗰一日，啱啱就7月初7。傳說呢一日飲咗鮮龍家傳可以治愈疾病、長保健康嘅。從嗰日之後，每逢7月初7，附近嘅人就會嚟呢度取水，仲會用佢嚟煎熬中藥，治療一啲皮膚疾病。嗱，呢個傳統一直保留到而家。由此，鮮龍家傳就被稱之為777水啦。而呢個傳說唔單止喺黃濱村裏邊廣泛流傳，喺近期人們對仙泉水源開發嘅過程中，亦得到咗印證。我們在開發水源的前期呢，據當地村民介紹的話，在水源這個門口有2個大的石頭，這個石頭形狀特別像一個龍頭，然後再深入到裏邊有一塊1米長的一個很直的一個石頭，就是據村民反映非常像龍蛇，然後這個泉水就是從龍蛇這部分出來的。哇！聽到村民將呢口777水呢口仙泉講到咁神乎其神，又話可以包醫百病，又話可以美容美顏，咁啊到底係咪真有其事先？嗱，為咗調查呢個神水嘅真相，我哋嘅記者專門去到惠州嘅龍門縣一探究竟啊！我哋嚟到位於惠州市龍門縣嘅黃濱村，準備展開對仙龍家傳嘅調查。經過打聽，我哋知道仙泉嘅泉眼坐落喺遠離塵囂嘅半山之中。一路行去，我哋隨處可以見到生態果林、群山懷抱、茂林修竹，盡顯濃濃嘅綠意啊！由於正值雨水時節啦，空氣中充滿咗清新嘅泥土氣息。我哋同迎面過嚟一位村民打聽泉眼嘅位置。你好啊，我想問下嗰個仙龍家傳喺邊個位置啊？哦，喺前面喺度。大概幾遠啊？大概係100米左右就到啦，前面啦。哦，好，唔該晒，唔該晒。順住村民所指嘅方向，我哋嚟到一條清澈嘅溪水旁邊。溪水周圍都係鬱鬱蔥蔥嘅樹木，小徑清幽，通往大山深處。溪水嘅左側係一塊有被鑿過嘅痕跡嘅岩石，而溪水嘅右側有棵蒼勁嘅大樹。樹底下我哋發現有祭祀燒淨嘅香紙痕跡。莫非旁邊嘅呢一股潺潺溪泉就係村民傳說嘅777水？就喺呢個時候，我哋見到一位當地嘅居民帶住水桶過嚟啦。你好啊，你係嚟取水㗎？係。呢個係咪就傳說中嘅仙龍家傳啊？係，冇錯。只見佢快步行落一小段階梯，擰開水龍頭，開始接水啦。你一般幾耐嚟取一次啊？一日一次啦。一日一次啊？係。咁你哋日日都飲呢個水啊？係啊。飲呢個水有乜嘢好啊？健康啦。健康。係。你哋係煮飯啊、洗衫都用呢個水咧，定係就係飲啊？就係飲用，係飲用，係。可以直接飲用啊！呢個水啊。直接飲用。係。睇到當地人對呢口泉水如此膜拜，簡直個奉佢為生命之源呢。記者亦都上去接咗一小瓶，飲咗一啖，感覺比較清甜甘醇，清冽爽口。唔通講呢個水中真係蘊含住咩神奇嘅物質？喺採訪中，村民仲話俾我哋聽，飲咗呢度啲水就能夠延年益壽、永保健康，並且話俾我哋聽，可以去拜訪一下大山深處嘅長壽老人。於是我哋用瓶將水接滿，繼續向山上嘅村民屋企走過去。
往山上行咗20分鐘之後，我哋睇到一處聚集嘅民居，亦見到咗老人家嘅身影。幾多歲啦？幾多歲啊？啊84歲咯。84歲咯。84咯。眼前呢一位陳姓老伯，世世代代就居住喺度。84歲高齡嘅佢，睇上去依然精神抖擻，不時仲可以做一啲劈柴啊、擔水嘅粗重活，身體非常硬淨。正所謂一方水就養一方人，受到先傳嘅滋養，陳老伯屋企嘅親戚一樣都非常長壽噃。從我太壽就99歲啦，今年啦差唔多100啦。我就第二太壽呢，今年就89就唔夠90。我就第三太壽呢，今年就85。睇嚟黃濱村嘅村民幾乎每日都有飲用呢個泉水嘅習慣，而且又好似真係對村民嘅身體有百利而無一害喎。嗱，你睇下陳老伯嘅身體幾健康幾硬淨，你就知道啦。咁仲未算噃，村民話呢個仙農家泉水啊，對佢哋生活嘅環境都有難以解釋嘅影響。好啦，咁啊，到底呢啲泉水有幾神奇先？我哋一直睇落去。喺交談中，我哋仲了解到世代飲用仙泉水嘅陳老伯一家，見證咗近代77水開鑿嗰陣嘅神奇時刻啊！睇個田一，而見啊硬一，淨係一度不得了30-40度嘅後一後，你走落去，佔兩隻車都跌唔順嘅，毛骨會殘嘅，會冷嘅喎。但係田一呢就講啦，天冷呢，你硬冷，你走落去就暖嘅。以前嗰啲人啊，有啲傷風啊、感冒啊咁，佢都坐到嗰啲水嚟除藥，切水除藥，食落去就人百病消除咁樣嘅。咁仲未算，採訪中我哋仲了解到陳老伯屋企亦都經歷咗同77水有好多巧合嘅神奇事情。首先係陳老伯生咗7個仔女，而陳老伯同村嘅親家亦都係生咗7個仔女。有趣嘅係，陳老伯屋企養嘅雞乸居然都係生咗7隻雞仔。此外，村裏邊嘅農作物亦都因為水源受益啊！嗱，喺採訪中，我哋意外發現一個巨大嘅南瓜，以及一棵唔係幾高嘅木瓜樹，但係果實大細確實讓我哋嚇咗一驚。陳老伯個老婆就話：呢個亦都係歸功於神奇嘅先傳。係種田種乜嘅，都係用嚟水，用嚟礦泉水。哦，個南瓜都係。係啊。嗱，喺採訪過程中，我哋嘅記者深切感受到村民對77水功效嘅崇拜。可以講呢一道泉水簡直就係聖泉，已經成為佢哋生命之源。咁但係呢個傳説中嘅77水仙農家泉，究竟係咪真係咁神奇先？呢個水裏邊有冇咩特殊嘅物質冇啊？嗱，各位，下一次翻嚟呢，我哋將會帶住喺水源地取翻嚟嘅嗰樽泉水，揾專業嘅檢測機構進行一個檢測嚇，唔好行開。廣告之後繼續解密彈道。77之水究竟有何玄機？我剛才的這個水樣的礦物質含量特別豐富，特別是含有這個偏硅酸。神水奧秘，專家能否揭開啊？有一些深層的岩石的一些礦物質啊、微量元素啊，溶解在水裡面。廣告之後繼續為你解密。嗱，各位，廣告翻嚟之後，繼續歡迎你收睇解密彈道。嗱，正話我哋講到喺惠州市龍門縣嘅黃濱村，咁啊有一口神乎其神嘅77水仙農家泉。據講呢一道喺傳統嘅7月初7乞巧接翻嚟嘅第一道聖泉呢，唔單止包醫百病，甚至可以延年益壽。咁啊，當地人直情啊將佢當成係生命之源啊！哇，有冇咁神奇啊？為咗一探究竟，我哋決定帶住水源地取翻嚟嘅嗰瓶泉水，揾到專業嘅檢測機構，
對泉水所包含嘅礦物成分進行檢測，睇睇呢個泉水究竟有咩玄機先。根據村民嘅指引，記者嚟到位於山腳下一間礦泉水生產機構嘅水質檢測部門。喺講明來意之後，我哋將水樣交俾咗質保部化驗室嘅楊鐵輝主任，請佢代我哋解答。楊主任首先按照國家標準同埋部門內部控制標準做咗水樣嘅微生物檢測，主要就分析水樣裏邊嘅大腸桿菌、綠膿桿菌同埋菌落總數等等。喺做完水樣接種之後，楊主任就將接種後嘅濾膜培養皿放入培養箱裏邊培養。48個鐘頭之後，我哋將可以用肉眼睇到水樣中細菌生長嘅情況。這是我們水飲水的微生物樣品，這是自來水的樣品。看到這個兩個還是有差別的。我哋可以睇到自來水分析出嚟嘅樣品有好多係淡黃色嘅斑點，嗰啲係被打出圓形嘅自來水裏邊嘅細菌。而水樣分析出嚟嘅微生物樣品，濾膜上雖然睇唔到任何東西，但係其中卻含有大量嘅礦物質。剛才的這個水樣的礦物質含量特別豐富，含有這個鉀、鈣、鈉、鎂、硒等，特別是含有這個偏硅酸。偏硅酸它在這個自來水中它是沒有的，它製成的也不能人工添加。而先龍家泉水樣嘅礦化，亦都經歷咗漫長嘅過程。2到3億年前，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仲係一片海洋。隨住時間嘅推移，海洋底部沉積咗一層又一層厚厚嘅泥沙。1億年前陸地開始抬升，岩漿就傾入咗泥沙嘅底部。喺岩漿嘅灼烤下，泥沙層被烤成咗堅硬嘅岩層。岩層喺後期来源其实都是雨水，那么雨水在接触地面以后呢，有很大一部分雨水就通过地层一层一层往下渗透，变成了地下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雨水就吸收了、溶解了岩层里面的矿物质，那么就把这些矿物质呢变成了这个地下水里面所含的这些可溶性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以仙龙家泉为例，那么它事实上是从雨水接触地表那一刻开始呢，到泉水出入地表，大概是经过了20到25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么多漫长的时间年代里面啊，那么所有岩层当中的矿物质溶解到地下水当中，所以呢就变成了现在我們的富含礦物質的仙龍家泉的礦泉水源。亦即係話呢個77水仙龍家泉係個礦物質含量非常豐富嘅泉水。雖然話礦物質係我哋機體組織嘅重要成分，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好重要，但係唔通話飲一飲呢啲礦物質含量豐富嘅泉水，我哋真係就能夠好似黃濱村村民所講嘅咁樣百病不生、延年益壽？佢哋之間有冇必然嘅聯繫冇啊？嗱，為此我哋係採訪咗專業嘅營養醫師。天然礦泉水呢，經過幾十年的那個純化，那麼有一些深層的岩石的一些礦物質啊、微量元素溶解在水裡面。這些礦物質和微量元素都是有益於人體健康的。比方說，偏硅酸對維持血管的彈性、防止血管硬化有重要作用。鈣是骨骼和牙齒的重要組成成分。鉀可維持
细胞内的渗透压、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等有重要作用。天然矿泉水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来自天然，种类繁多，却又非常稳定，所以它更容易的自然资源，那是需要就是大力加以保护的。在龙门的先农家泉的水源地呢，那实行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水源涵养保护区。那在这个水源涵养保护区里面呢，推行了一个严格的3圈层的保护措施。那第一圈层呢是核心保护区，这是一个20亩的核心保护区，那实行封闭管理，严格的杜绝一切与水源无关的人类活动。那第2圈层呢，就是一个180亩的原生态的林业覆盖保护区。那第3圈层呢，就是集水区。那我们在集水区呢，与当地的农业部门和果农一起合作，推广这种原生态的农业啊、林业的管理。那争取做到，就是说不影響水源，並且這種杜絕水源的污染。原來77水先農家泉嘅奧秘就在於，首先生命資源研究表明，我哋人體每日需要飲1.5升水，大概即係8杯水到啦。而且你唔好等到口渴先去飲水。對於天然嘅優質嘅泉水，大家真係要好好珍惜同埋愛護，因為話唔埋，隨住而家冰川融化，海平面逐漸上升，水或者喺我哋傳統意義上嘅呢一種可再生資源，話唔定會變得不可再生。我哋唔希望見到最後嘅一滴水，原來係我哋嘅眼淚。好啦，各位觀眾，多謝你收睇本期嘅節目，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